今天主耶稣，我们欢喜快乐来敬拜你。主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敬拜你，仰望你。你不是离我们太远的神，当我们定义亲近你的时候，你必亲近我们。那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，仰望神的心来敬拜你，预备我们自己。求你圣灵大大充满我们，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全心全人来敬拜你。用我们的身体来敬拜你，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敬拜你，打开我们的心灵，用心灵，用我们的真理来敬拜你。耶稣，求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是被你话语的心所激励，以至于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行出你的道来。耶稣，我们在这里等候你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让我们敬拜成为一个馨香的祭，让我们不是在看一场礼拜，乃是投入敬拜的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要敬拜的之前，我们准备把我们手机调成震动的或静音，然后一起预备心来敬拜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今天能够跟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。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对神来说，我们今天要得着神的同在，我们今天要经历到神的同在。虽然道路崎岖，虽然道路崎岖。左右两边的人来说，神一直都在，神一直都在。再一次从头来唱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再次重来，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。
我们同在，主谢谢你，主谢谢你。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！主我赞美你，主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主我赞美你。主是永远爱我们的神，阿们吗？阿们。神不因我们的才能，不因我们的外表看轻我们，在每一次软弱的时刻，上帝总再一次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来呼求我的名，来寻找我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我会永远的等你。”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主，我再次到你面前。主，我再次到你面前，焦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没有你永远真实。破碎的梦，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。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能洗我心里。我要敬拜你，主，我要敬拜，称谢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主，我们欢迎你的同在。主，就在现在，求你来更新我们，更新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焦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；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。离天家降生成世，流血舍生，为将我赎回，永远对你所爱。举起手对神说：“我要敬拜你，我要敬拜，称谢你。主，你是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，当我们回转归向你，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主就再一次将我们更新，再次将我更新。在我们生活中，常遇到一些困难，消磨我们的心。这些困难让我们感到失望，感到迷惘，甚至开始猜忌、不信任。负面的情绪不断捆绑着我们，没办法往前走，拦阻与神的关系。这时候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做一个祷告。无论现在你的心常感到愤怒、不公平，或是伤痕累累，无法被满足，这个时候你要向神来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将我的心交给你。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抚平，求你来满足我，保守我的心，再次更新我，将这些痛苦、软弱、委屈都交给神。”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求你来
主啊，谢谢你，只谢谢你总不离弃我们。在圣经中说到，我们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。这时候，我们安静每一个人的心，就求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纯洁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。再次从头来对神唱纯洁的心，纯洁的心，主，这是我渴慕的，这是我渴慕，主，我渴慕一颗跟随你的心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是我渴慕的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谨记你的话语，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。纯洁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。对神来说，主，我渴慕一颗纯洁的心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谨记你的话语，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。主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愿意重新在你面前来宣告，我们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求你更多来帮助我们。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
次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得以圣洁，使我们所行所想都合乎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，但求你陪伴我们跨越这些拦阻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要一起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，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读圣经。今天的经节有3个地方，是箴言4章23节、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、马太福音10章29到31节。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4章23节。所思所想要谨慎，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。好，第二段的经节在马太福音9章35到36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周游各市镇乡村，在各会堂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。当他看见一群群的人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因为他们孤苦无助，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第3段在马太福音10章29到3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2只麻雀固然用1个铜钱就买得到，但是你们的天父若不许可，1只也不会掉在地上。至于你们，连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要贵重多了。好，今天在我们中间要传讲信息的是彭荣道牧师，他所要讲的主题是要保守你们的心。那请我们的同工把那个切换好 ，OK， 谢谢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回到实体的聚会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比较有礼拜的感觉？等一下我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那最近武汉病毒可能弄得人心惶惶，因为这种病毒传染的速度非常快，那很多人得到还有许多后遗症。那很多人得到武汉病毒就算死不了，有很多的造成其他的器官的一些问题，可能以后恢复没有那么好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在这疫情之后，前阵子我们疫情比较紧绷的时候，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过生活，你生活可能被打乱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不方便，或有些事情必须要处理，可能我们被改变是我们要戴口罩，可能我们要量体温。可能我们上捷运公车一定要戴口罩，到医院不能探病了，所以这些措施都改变了我们一些生活的习惯。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是，大家从这一次的疫情当中，你有学到什么样的功课？或是透过这一次的疫情，我们再一次的检视我们的生命的态度、信仰和品格？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很快的，我们就可能我们就有些人就忘记这次的疫情啊。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就是除去恐惧的心啊。有的每天看报纸看新闻，就看到这数字跳来跳去，这是6月12号的一个新闻的统计数字
这死亡多少人？那台湾有多少人呢？一直在排排，一直在跳，每天都有看新闻。那一阵子大家最常看的是陈时中，对不对？连总统都可以放旁边没有关系，因为大家重视的是这疫情。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个恐惧、害怕的心。你知道有人得到那个武汉病毒，甚至他只是发烧、打喷嚏、流鼻水，他就怎样？啊，完了，我是不是得到了？啊，完了，我会连累我的家人。那我干脆先去自杀好了。哦，就有人去死啊，崩溃啊！在还没有病情发生之前，大家也不知道这种病毒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要怎么预防？哇，崩溃啊！不是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会不会恐惧？你不怕举手，你和我都怕。我们要做好最好的防护，用尽很多理性的方法，我们医疗的方法去做好防护是对的。但是我们不要恐惧，这武汉的病毒的疫情，或是这种病毒，它会不会针对某些族群？不会啊，男生会不会得到？女生会不会？老的、少的、小的，还有什么？不管你的职业，不管你是贫富贵贱，你有钱没有钱，你是不是官员，你是不是总统，你是不是首相？很公平，每个人都有可能机会得到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欧洲有许多的牧师神父，有没有死掉？我看到有一次看到新闻报道，至少那些神父死了60个，我们教会也不过才7个牧师啊，不够那么多死哎。可是我在讲的是，你有恐惧吗？我们人有恐惧是正常的，上帝创造我们一个情绪也是叫恐惧。但是恐惧、害怕过头，就成为一种捆绑辖制，对不对？你恐惧、害怕，你就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。人家说树要靠这个根啊，没有根就没办法活。人要靠心，不是这个心脏，是心思意念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箴言4章23节，现代中语译本说：所思想的，你所思所想的要怎样？谨慎。因为生命是由什么思想所定型的。如果你对这个武汉病毒、新型冠状病毒是无知的，你就会害怕。但是你所想的观念、想法，或是我们面对它的态度、思想，如果都是恐惧，其实你就会被恐惧所包围、所捆绑。心思意念是一个战场，我们常常把心思意念就是在一个征战的当中，心思意念如果恐惧害怕过度了，这不是属神的。有时候我们想说，你想想看，耶稣的门徒啊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甚至被抓的时候，他们就叛变啊，不是吗？他们不说我爱耶稣吗？那个最呛下、最大声的是谁？彼得啊，我愿意你死，我都愿意怎样？跟你一起，然后翻脸不认人啊，因为恐惧害怕占据了他的心啊。你知道，一个过度恐惧害怕的人，他会失去一个正确的判断力。当我们失去了判断力，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我们就会带来更多的恐惧。其实我们应该跟这个社会的人，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。魔鬼撒旦设下很多陷阱，其中一个就是恐惧害怕。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、真正的喜乐平安里面。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得到武汉病毒，基督徒牧师很多人都得到武汉病毒啊。但是我们怎样的面对这样子的疫情，我们学习到了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。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知道，当警察碰到小偷的时候，谁先跑？我跟你讲，2个一起跑，警察、小偷，然后怎样？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谁在前？小偷在前面，警察在后面追啊！你有看过倒追回来的吗？比较少了。你是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跟你旁边讲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当你认识到你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你是被保护的。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到31节，我们刚才读过的，2只麻雀固然用1个铜钱就可以买到，铜板价哦，
但是呢，你们的什么天父若不许可，一只也不会掉到地上。至于你们，连你们的头发都怎样，上帝都数过，所以不要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多了。你知道麻雀是犹太人的一个穷人的食物啊，没有东西吃那个啊。这样子的人，上帝都爱，都保守，都看顾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。你可以想到一个图画，你小时候倒在妈妈的怀里，妈妈抱着你，然后摸着你的头发说：“宝贝的孩子啊，乖哦乖哦。”可能叫着你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每一根头发都数过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爱到这样，这么仔细，这么保护。一群麻雀算什么？神都照顾他们，何况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。更何况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生命当中有个永生的盼望。今天如果我得到，我知道我要死了，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，家在天上，永恒的家。我们不会过度的恐惧害怕，我们可以面对死亡，我们可以面对疾病痛苦。在这个世界的我们，不是比在这世界更大吗？你知道，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呢？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法。心思是一个战场，你跟耶稣好不好，会影响你面对疫情啊。你这个信仰的价值观好不好，会不会影响你面对疫情？而且在这疫情的当中，你会被真实的检验啊，很真实的检验你的生命的态度，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。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有这么简单吗？如果你没有先明白你是上帝儿女，而且你真实的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呀。你知道一个父母跟孩子，父母说你跳下来我会抱着你，他们就跳了，因为他跟他关系很好啊，他相信父母会怎样抱住他。如果一个陌生人叫你跳下去，你敢跳吗？不行。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恐惧不害怕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有耶稣怜悯的心。如果笔画太多，你就写注音啊。要有耶稣怜悯的心啊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也要了解我们有没有跟耶稣同步啊？我们跟耶稣的心有一样吗？在这次疫情当中，可能有人对某些职业歧视。你知道我们以前对医生尊不尊重？我们那个年代更尊重，医生说什么就做什么，打针就打针，吃药就吃药。现在不一样了。医生，你帮我换药。医生，我不要这种药。医生，我不要打针，我要吃的。有没有？你以前会这样跟医生complain吗？不会。但是我们对医生会是很尊重，对医务人员很尊重，对不对？起码还是有很尊重了。但是疫情来的时候，你很喜欢看到医务人员举手？没有啊，唯恐避之不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带原者啊。你知道当牧师的我们会不会碰到医院？但医院有阵子都不能进去了，但是医生护理人员会不会出来？牧师，我跟你谈一下话好吗？然后谈完了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刚才可能去做那个检疫呢。”你会紧张？会不会害怕？不会啊。但是我们第一个，我们不要恐惧；第二个，我们要有耶稣怜悯的心。你知道以前我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坐在公车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生命有没有好品格？你是不是很有品？还是没品？我有一次这个经验，我坐公车去那个 Costco， 然后我就坐在车上，然后我就因为我戴口罩，我鼻子会很痒，过敏，然后我就打喷嚏了。那个阿嬷就转过头来瞪我，我想说，我犯罪吗？你是不是有曾经做这个动作对别人？你可能没有骂别人，没有瞪别人，可是你心里怎样在骂他？很多人流鼻涕呀，发烧啦。哦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可能有新型冠状病毒，你武汉肺炎，不要靠近我。在
中国在很多城市、很多国家，有些人就倒在路边，没有人敢去救他，因为真的可能有病毒啊。当然，我们有智慧去帮助别人没有错，可是我们的心是厌恶、讨厌，还是怜悯？我不是说我们马上要去救他，我们要穿好防护衣再去救他，要有智慧。但是你当下你的心思意念就是战场。你有个耶稣怜悯爱他的心，体会同理的心吗？还是歧视别人的心？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怜悯，不要怎样歧视啊！要怜悯，不要歧视。在很多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是歧视别人，或是歧视某个国家的人。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歧视某个国家的人，因为你是华人，华人不管你是中国人、台湾人，什么人都一样，就是你们把病毒带出来的啦，就歧视他们。我们就歧视某些职业行业的人。在疫情当中，可能很多人被歧视啊。美国他们有种族歧视，包括歧视黑人。疫情当中，我们是歧视那些生病的人，从国外回来的人。哦，这国外回来的该死，你干嘛给我回来？歧视他们，讨厌他们。但是耶稣是怎样在做的？耶稣是怎样在做？耶稣是有爱和怜悯的。有耶稣的怜悯和爱是不一样的。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怜悯的心。你知道耶稣怎么对待那个血肉的妇人？你知道血肉一直血肉表示不洁净，这个在犹太的律法里面是不洁净的，不能靠近的，不能让人家碰的。他伸手去摸谁？耶稣啊！耶稣说：“你的信让你得救了，让你得医治了，平平安安的什么？回去吧。”耶稣有没有说不要碰我？你有武汉病毒？有没有？不是啊。耶稣说你可以平安，因为你的信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的病得到医治了。今天如果我们面对这些病人的时候，或是面对已经得到这些病的人的时候，你是有怜悯的心吗？有耶稣的心吗？在犹太人社会，当时还有一个叫做麻风病，他们必须要在隔离在一个城市或某个不是城市，应该是偏僻的地方，没有人会去的地方。如果他们真的要走到城市里面，他们要说，他们做一些事情，他们要做一些可能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他可能要走在路上说：“我是不洁净的，我有大麻风，你们不要靠近我。”这样才不至于使他犯罪，使人犯罪，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。这种不洁净的大麻风病的人，一群人，你想耶稣怎么对待他们？就好像我们怎么对待武汉病毒的人一样。耶稣说：“伸手去摸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医治了他们的麻风病。”这个是那个世代所排斥的，这个人是那个世代所厌恶的，这个人是那个世代所歧视的人。但是我要问一句话：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。你可能没有歧视武汉病毒的人，你有没有歧视那些没有钱的人？你有没有看清那个学历比你低的人？你有没有看清那个职业好像有分贵贱？医生比较高尚，武汉病毒的时候比较下贱，因为疫情改变。我们对人的态度、心思意念，用我们的疫情来反映我们对人的态度，是不是真真实实的有耶稣的心呢？我们对人的态度有歧视别人吗？这个你和神最知道。透过武汉病毒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真是会歧视别人啊，这些隔离的很讨厌啊，这些怎样很讨厌。但是耶稣不是，所以要怜悯，不要歧视。耶稣怎么做？耶稣周游各城市，在各会堂教导人，宣扬天国的福音。他不只是讲天国的福音，信耶稣很好，信上帝很好，信上帝得永生。他更是怎样？为了他们的疾病，伸出他的手来医治他们。他不是一直讲福音福音，但是却没有 take care 他们的什么肉体疾病。
当耶稣看到一群孤苦无依的人，他就动了什么？恻隐的心，因为他们孤苦无助，就像牧羊的羊群一般，就像没有人照顾的人一般。你知道有些武汉病毒，他们得到的那些城市，塞满了各样的病毒，在那边传染传播的时候，很多人倒在那边都没有人顾啊。但是我们应该带有爱和行动来关心照顾这些人。我们应该以爱和行动来代祷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这次武汉病毒疫情来祷告，你有祷告举手啊？我们祷告会不会迫切？这次非常迫切，因为在我们台湾就发生了。但是疫情过后没有本土案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开始祷告就开始会花起了，就开始慢慢比较不注重，因为我们很安全了嘛。你有没有一个爱来行动来代祷？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当我们有耶稣的爱来行动祷告，我们态度不一样。如果你的亲人在武汉，你会不会为他祷告？为武汉祷告，因为那更迫切，因为你的亲人在那。我有个哥哥在纽泽西那边当牧师啊，他离那个纽约只有1小时啊。你想，我为那个祷告是会更迫切，因为我亲人在那里嘛。那全世界有很多人得到这武汉病毒啊，有很多国家的人得到武汉病毒啊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祷告的时候，真的是好像你的家人在那个区域，那种爱和怜悯、关心的态度去祷告，还是只是嘴巴念念祷告词啊？这是很真真实实的。当病毒泛滥在我们四周围的时候，你真的祷告非常迫切，你也为自己祷告，也为社区祷告，还是你歧视那些大学生啊、高中生啊？某某大学生、某某高中生、某某学校有人得到了，大家说最好不要穿校服，不然出去会被 KO 啊，因为你得到了。哎呦，这个是某某学校的，你看那是照片，就是某某学校，虽然没有讲名字啊，大家开始歧视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基督徒应该以爱来行动，来祷告，就像耶稣所做的。在这末后的世代，因为邪恶泛滥，马太福音24章12节说，末后的世代是邪恶泛滥，许多人的爱心都会怎样？渐渐冷淡了。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一样啊！如果在武汉肺炎在台湾这么严重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们来看，有一个在中国地区的一个姐妹啊，她就去发传单呢。她去发传单呢，关心那些人，解释福音给他们听，很有耐心的关心他们。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在巴西这个地方，他们就跪在那边祷告，他们就跪在那边祷告，求神医治，求神怜悯。如果在台湾的话，我们基督徒会干什么？我们就躲在家里吧。我要讲的是，如果我们像别的国家这么严重，我们这次是这波疫情，我们平安度过。下一波有什么样的灾害？在末后的世代有什么样的灾害、天灾、人祸、疾病、瘟疫，我们不知道。你要怎么透过这次疫情来反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？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怎么行动？我们再看一个见证。纽约疫情飙升，口罩、洗手液和消毒湿巾等商品供不应求。为防不肖商家抬价，纽约市消费者和劳工保护局宣布，防疫用品价格超过10%以上违法。5月8日，我们会像商人一样囤积东西来剥削我们的百姓吗？10万多美元的罚单。局长劳瑞里·萨拉斯说：“如果你想趁火打劫，还是我们趁火打劫呢？我们不会容忍。”纽约封城后，商店关门，公司停摆，失业率暴增。到4月底，全美2000多万人失去工作。在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人，他们经济遇到困难。
这也是失业者最大的压力。3月底是交房租的日子，布鲁克林几处公寓楼的房客们看到门口有张通知，不由心头一紧，仔细一看，有人眼泪都要掉下来。通知上写着：因当前新冠病毒流行影响到我们所有人，仅通知我免除您2020年4月的房租，注意安全，帮助您的邻里们勤洗手，谢谢。这是一个基督徒他所做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碰到那个。很多年轻人存款少，一旦失去工作，马上捉襟见肘。萨勒诺决定免收房租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消息传开，媒体赶来。他说：“我告诉房客们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恐慌，我们一起度过这恶疾肆虐的艰难时刻。”大部分房客是年轻人，很多人在最近失去了工作。真是太好了，我真的很需要，让我轻松多了，心情好了，减去了很多压力。他真是个好人，我从来没遇到过。房客们想方设法要谢谢他，有人烤蛋糕送给他，有人要帮助他清扫修车厂和加油站。萨勒诺说：“不需要，如果你们有能力，就去帮助其他人。”这个修车厂是我父亲在1959年建立的。多年来，萨勒诺不但努力经营修车厂，还在附近陆续购买了一些住宅楼和公寓。疫情虽使他的生意停摆，但他免除了200户的月租，让很多记者发问总共会损失多少租金。萨勒诺说：“我并不想提及这一点，这与人生的价值无关。”那么，什么是萨勒诺最看重的人生价值呢？他把记者带到办公室，这是我的圣所，我祷告的地方。每当我遇到困难，我就求告良善的天父。圣经上说：“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”好，你可能会说啊，他很有钱啊。我跟你讲，有钱人不见得会有善事啊。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，当疫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排列顺序？等一下我会讲。如果我们今天，我看到全世界很多人会专注在 NBA 的选手得病染病了，这个谁 NBA 选手谁得病了？电影明星啊，歌星谁得病了？你有没有看到新闻报道？有吧？我们都很注意啊，足球选手有没有人得到感疫啊？有没有人怎样？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些人，但是有许多平民的百姓，他们的需求没有人照顾。这些很有钱的人、很有势力的人、很出名的人，大家都在看某某总统、某某总理得到，哇，大家都在关注。我想问的是，一般的平民百姓，在我们周遭的许多的邻舍，我们真的有关心他们吗？我们是有爱来行动、来代祷吗？还是我们就像沦为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？我祷告我的，上帝，你做你的。一种形式的祷告吗？应该不是。我们才讲说台湾 can help， 但是我也要讲 we can help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可以帮忙什么？我看到很多的教会的单位，他们开始捐口罩、收集口罩送给别人啊，这很好啊。我们必须要有爱心的行动，跟耶稣一样的心跳。We can help。这 we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。以前我们受加拿大的帮助，或是以前我们受这些神父，他们从世界各来欧洲这些地方，这些神父来帮助我们台湾。宣教师从加拿大、从英国、从美国来帮助我们台湾。如今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先不要讲信仰，本来就应该回馈给别人了？连没有相信耶稣的都这样做。当我们去募资口罩的时候，那些不信耶稣的说，这些神父、这些牧者、这些宣教师来帮助我们台湾，我们也回馈他们的国家。以前我们得到别人帮助，如今我们也去帮助别人。耶稣不管有没有人帮助他，他总是爱那有需要的人，去帮助他们。在这末后的世代，
真的我们可以帮助什么？在这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反省我们的生命。第三个，要有圣灵同在的心啊。之前我们有停止这个实体的礼拜，我们开始转播网络的礼拜。当然你会觉得说，网络礼拜真的不够好，对不对？现在实体礼拜你们觉得很棒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吧？我们在这边可能网络礼拜会觉得不太好，但是网络礼拜跟实体礼拜是不是都是礼拜？是不是都有功效？越来越小声了。是啊。我曾经听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加拿大的牧师为一个人服侍，从远端用电脑连线，然后为那个人服侍，为那个人祷告，那个就得释放了。你说网络算不算？网络礼拜算不算？算。在灵界里，这些都是算数的，都是成立的。但是呢，我相信我们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，因为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是。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真真实实的来敬拜他。你知道，在我们没有实体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实体小组、网络小组，但是有的小组还是在小组，他们去哪里？这是我们教会青少年啊，他们去公园啊，是不是礼拜？他们一起在那边敬拜上帝，看牧师讲道，看转播，是不是礼拜？是啊。你们被口罩罩住了，讲不出来吗？这是礼拜啊！因为礼拜不在乎场所，不在乎场地，乃在乎你这个人和你的心啊。约翰福音第4章23节说：“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什么？在灵里面，在真理中敬拜。”这比较好的翻译是下面那个比较接近原文啊，我就不要浪费时间解释。In spiritual, in truth， 在真理里面，在圣灵的同在里面的敬拜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场所的问题，不是在哪里问题。你知道耶稣跟这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对话，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犹太人，你们敬拜上帝在耶路撒冷，我们敬拜撒玛利亚人敬拜神在基利心山上。”耶稣说：“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山上，是用在灵里。”在真理里面敬拜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在网络直播，在家里看，在家里敬拜、赞美、礼拜，或是我们在实体现在的礼拜，都是真真实实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有感受圣灵的同在吗？或是你在家里在网络直播的时候，你真的没办法来教会的时候，你只是在真理里面，在神的同在里面敬拜神吗？有形的礼拜堂并不会拦阻我们亲近神，无形的礼拜堂也不会。重要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战场。这边有张图很有意思的，他说撒旦这个漫画说，撒旦跟上帝说：“我把教会都透过疫情把教会都关了。”上帝很笑嘻嘻跟他回答说：“你关了所有的教会，我把每个家庭都变成教会了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在家里看直播嘛，转播嘛，这个是礼拜啊。教会就是你我这一群人，不是这个建筑物。教会并不是指这个建筑物，是你和我。家庭就是最基本的单位，教会。初代的教会就是从家庭开始敬拜神了。今天我们在小组聚会，那就是教会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，他说：“你不知道你们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住在什么你们的里面，是上帝所赐的。你们不属于自己，乃是属于上帝的。”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是一个礼拜，我们是一个礼拜的人，敬拜的人，我们是好像会走动的圣殿啊。场地不是问题啊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是我们的战场。你对上帝的态度改变了，
你跟圣灵亲密的关系。刚才我们讲说，跟上帝的关系，你是天父的孩子；跟圣灵的关系，你知道在灵里真实的敬拜，需要圣灵大大的同在。今天在末后的世代，我们可以再一次检验我们的生命。圣灵的安慰扶持是无所不在的。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发现，是啊，神啊，我需要真实的敬拜。你给我们平平安安，即便在患难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同在，不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发展一直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。第四个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随时要有警醒的心啊。末日的钟声已经开始，早就响了很久了。这是在东非啊，25年没有一次这么严重的灾害，这些沙漠蝗虫入侵这些地方啊，真的看起来非常吓人，不是吗？这些沙漠蝗虫有几只？你猜猜看，4000亿。2月份的新闻，如果你有注意到，4000亿的蝗虫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啊！这些非洲地区人他们都饿死啊，没有东西吃啊，都被这些蝗虫吃光光了。沙漠蝗虫是蝗虫最厉害的一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生活在台湾很安全，全世界都在疫情的当中。就是疫情当中，我们学习到做什么？我觉得在末后的世代，我们要警醒自己。很多的天然灾害、各样的患难、痛苦、疾病会不断的发生，我们要警醒祷告。以前我们常常去餐厅吃饭，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小确幸，要吃好料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看一个电影，我们要去听一场音乐会，没有去会死。你有没有这种人？没有去吃麦当劳会死。后来连麦当劳都不用去了。疫情发生，什么都停了，我们生活步调慢下来了，我们很多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。我们生命当中的 priority， 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讲说我们要戴口罩，是不是很重要？你会被要求要戴口罩，对不对？你上火车、上捷运、上哪里、上教会都要戴口罩，上医院更不用讲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了。有这么紧密吗？有这么必要吗？我们常常最需要、最必要的，我们没有去做。我们把那个次要的当成什么？必要的、必须的、一定的。以前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实体礼拜的时候，清清菜菜啊。你做礼拜的时候是来看礼拜，还是参与礼拜当中？我们的祷告是形式化呢，有口无心呢？你的祷告会因为疫情而迫切，但是你还想想看，如果这没有疫情来之前，你是很多东西都随随便便呢？有很多圣经却不去读它，有很多的版本也没有去读啊，没有真正读圣经，参加了教会礼拜却没有投入敬拜，参与了聚会却心不在焉，有了祷告却形式敷衍化。但是疫情来了，改变了我们所有的方法。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改变了。真的，主啊，末世快到了，我们要警醒自己祷告啊！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好啊！主啊，我好喜欢来敬拜上帝哦。以前敬拜上帝会觉得，这有什么嘛？现在觉得哇，好棒，我们可以实体礼拜耶。那现在问题又来了，有人实体礼拜啊，有人还在家里礼拜啊。到底哪一个还好？到底哪一个对？都对啊！因为我跟你讲，敬拜上帝并不分场所，刚才我们讲了。但是有一点也很重要，人心是什么？软弱的啊！你知道这个世代，末后的世代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。希伯来书12章26节到28节说，当时他声音震动了天，你知道主要再来，他会震动天地啊，所有被造之物都被震动啊。但是，就是为了要承受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来感恩，我们要照着上帝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。这个
个世界会被很多东西震动，疫情震动，灾难震动，疾病震动，失业率攀升震动，股票下跌震动，神震动会带来很多的震动。但是你我的里面要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国，我们要用一个敬虔敬畏的心继续来侍奉他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在这末后的世代，我们生命中的顺序要调整啊！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啊！戴口罩，家庭的祭坛很重要，就像戴口罩一样重要。在家里面的敬拜上帝，养成我们的孩子下一代敬畏神、读圣经，每天祷告敬畏神、读圣经，很重要。以前你会觉得不好意思，太忙没时间家庭礼拜不好意思，太忙没时间祷告不好意思，太忙没时间接受装备训练，不好意思，疫情一来怎样，所有的停摆。你看欧洲国家、美国那些国家全部都停摆，我不知道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停摆。神会来震动这天地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那不可震动的国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建立那美好的根基。这次疫情来了，下一波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站立得稳吗？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说，不要像某些人放弃了聚会的习惯，不要放弃聚会的习惯，却要怎样？读出来吧，彼此什么？劝勉。既然知道主的日子怎样快到了，你们就更应该要这样。末世早、钟声早就响起，不断的催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还没有醒过来啊！今天我刚才有讲过，人是软弱的。刚开始第一个礼拜在家里打开了荧幕，打开了电脑，非常正襟危坐的穿着西装笔挺。你有没有穿鞋子？应该没有。坐在那边礼拜。第二个礼拜也是这样，第三个礼拜，今天可以起晚一点吗？反正不用开车嘛，不用穿西装，女生不用化妆，在家里做礼拜很方便。过了半年之后，躺在床上说：“牧师，今天是礼拜几？”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人心是软弱的，我们要，你知道，我很感谢神，我们教会，我们青少年回流啊。第一个礼拜大概60%几，第二个礼拜70%，第三个礼拜90%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有点名啊，有小组啊。你们做礼拜，提醒有没有人提醒你？你们做礼拜不好意思，我刚到。还是你，这个有转播嘛？在荧幕上的弟兄姐妹们，赶快回来吧。人，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回来，你真的生病的人不用回来啊。人心是软弱的，如果我们放弃了聚会的习惯，你可能就习惯下去，没有人提醒你。你敬拜上帝很重要，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互相提醒劝勉也很重要，因为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，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征战才要开始而已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重新祷告在你面前。主，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。今天我们坐在主你宝座面前，一起来反省我们的生命。在过去疫情的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反省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被你调整到吗？是有对焦于耶稣基督的里面吗？还是我们仍然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？还是我们可以找借口说对呀，有转播，我看转播就好了，我先来去玩吧，游山玩水，玩完再来做礼拜吧。我们生命当中的顺序有没有被神调整？当这个武汉病毒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，我们哪里都不能去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唯有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你的怜恤。我们也看到神一直保守我们台湾，在你的怜悯，在你恩典，在你保守之下。但是主，这必有神你美好的心意。你要帮助我们台湾
进入国际社会，让国际看见，不是让我们出名，乃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。我们是神所爱的，神所保守的。主啊，你使用我们台湾这个宝岛这个土地，我们免受疫情的影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有一天你要继续使用我们，将主你的福音传遍到全世界各地。我们本来是国际的孤儿，我们是微小的，但是神你就是要使用我们微小的生命，来成就神你美好的计划和旨意。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在这个宝岛台湾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刻都是神你大大祝福的。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降服在你的旨意的里面，让我们降服在神你的宝座的底下，匍匐敬拜你，用我们的心灵，用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灵，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敬拜你，不断的成长。主，你要使用我们这块土地的每间教会，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自己，来迎接主你的再来。在还没有主你还未来之前，那福音要遍传世界各地。主你就使用我们，主你就帮助我们，免一切的恐惧，免一切的害怕，将焦点注目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和基督徒，分别为圣出来，在这末后的世代为主你征战，得胜再得胜。求你圣灵大大的浇灌触摸我们的心，使用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全心全人来侍奉你，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你。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里面有个不可震动的国。主，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同心祷告在你面前，乃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感谢神透过牧师的口来对我们说话。接下来我们要奉献。在开始奉献之前，我要代表双联教会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呢，你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，在你的座位前面有留名卡，请你填写完以后交给我们收奉献的同工跟执事们就可以了。
们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。请大家低头闭眼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这么艰困的时刻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有工作，有你丰盛的恩典，好叫我们不缺乏，也好叫我们能够有金钱来奉献给你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小钱，但是求你给予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个在你要我们做在那些缺乏的人的身上。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仅是奉献我们的金钱而已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全人、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才能都献上给你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神啊，你带领我们运用这些你所赐给我们的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供应我们丰盛。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接下来要报告教会的事工，请大家一起翻开周报第4页。本会特别消息第2点，周报事工。因逢端午节连假，预刊登消息，请在6月28号的周报的单位，务必在6月22号本周一上午将消息传真或 mail 回到教会的办公室。第3点，肢体关怀。恭喜本会会友陈汉林先生、陈瑞明、罗桂凤夫妇之子与黄新梅小姐已于6月13日举行结婚典礼与婚宴，愿上帝赐福新人。第2点，本会会友黄永熙、郑桂美夫妇之子黄燕杰弟兄于6月12日安息主怀，定于7月4日下周六上午7点半在丁二殡仪馆至善2厅举行入殓火化礼拜，下午1点半在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4点，总务委员会消息。感谢主，教会的各场礼拜聚会都已逐步恢复往常。线上礼拜期间，我们也经历了复活节与母亲节，恳请兄姐继续以奉献来支持教会的各项事工。节庆的感恩奉献袋放置于10楼走廊的桌上，也欢迎兄姐自取。接下来，我们请彭牧师来欢迎新朋友以及补充报告。代表双联教会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聚会的新来的弟兄姐妹。第一位是林丽英姐妹，在这当中吗？还是林丽英姐妹？可能先离开了哈，没关系。好，另外一位是高义婷，高义婷，好，这边欢迎你，请坐。另外是吴倩，应该是念倩吧，吴倩，在后面那个地方吗？好，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等一下会后，欢迎到我们的 VIP， 我们的贵宾室，我们跟你们介绍教会。如果你是青少年，我们也欢迎你等一下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小组聚会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。好，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彼此来祝福。
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保守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于保守一切。阿们。好，跟你旁边讲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来一起行平安礼。愿上帝祝福你。